我自己会走。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吧！冤枉吧，大人，这就好，放我们出去吧！饶了我们吧，冤枉啊！哎，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嘛！啊，你们真的抓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乱党。啊，你们都是乱党啊？我不是，我家是开馒头店的。有一天，官爷到我们店里抓走2个工人，说他们是反清复明的乱党，还说我是他们的同伙，任我百般辩解，他们就是不信。我也不是啊，我家邻居出了个乱党，官爷就把我邻居全家还有相邻的几户人家全都抓走了。我就更冤枉了，我只不过是看附近菜市有一个老乞丐挺可怜，我就时常接济他，没想到那个老乞丐居然是乱党，官爷就说我资助乱党，不由分说的把我全家都给抓了。小孩真可怜。哎，不过你们都放心吧，既然大家都不是乱党，官府早晚会查清楚，放咱们出去的。妹子啊，你就别想了，一旦进了这里，就别指望能出去了。这些年到处闹乱党，京城闹得特别厉害，这顺天府尹就喜欢抓乱党。听说只有活抓进来的，没听说有活着放出去的。那他们总不能滥杀无辜吧？还不是为了钱吗？听说他们每抓一个乱党，都会获得不少封赏，按人头点，抓的乱党越多，封赏就越重。咱们呢，可都是他们的摇钱树。那他们这样冒领封赏，欺君罔上的，难道不怕皇上砍他们头吗？皇上高高在上的，不出深宫，又怎会知道这里的猫腻啊？更何况，就算他有所知晓，只怕宁愿错杀100，也不肯放过1个。咱们贱民的命啊，在皇上眼里，也不过如蝼蚁一般。不是的，皇上不是这样的，皇上很体恤百姓的，他是个好皇帝。小妹妹，你怎么知道皇上不是这样的？难道你见过皇上？没有。我们家之前有个亲戚在皇宫当差，他跟我说的。皇上若真是圣明天子，这下面的官爷又怎敢如此乱来啊？你们等着。来人！我要举报乱党！来人！我要举报乱党！你说我们抓错了人，你不是乱党，是皇上身边的笔墨侍书李义欢。没错，大人，我是为了见大人，所以才骗狱卒说什么我要举报乱党，但根本没什么乱党，我也不是乱党，我是宫里的女官。臭丫头，你当本官是3岁小儿吗？这宫中哪来的笔墨侍书的女官职位？我本来是宫里的答应，笔墨侍书一职是皇上特意为我设置的。皇上特意为你设置了职位？这么说，你很受皇上的宠爱了？那为何皇上不直接封你做娘娘，而先封你做答应，再封你做女官呢？依大清的律例，这宫中的女官是不可能独自出京的，而你却为何会女扮男装，坐着乱党的牛车进京？那车夫，本官已经审问明白了，他此次进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纠结一帮同党，行刺朝中的要员。不是，误会了。我这1个多月前跟皇上去山西微服私访，结果这途中啊遇到了歹徒抢劫，我跟皇上就走散了。你们听听，
难怪这臭丫头敢加入乱党，原来是一个无知无畏的疯丫头。皇上怎么可能去山西微服私访？这1个月来，皇上的确罢了朝，但皇上天天都在宫中与太皇太后潜心礼佛，为大清祈福，缓解旱灾。你这谎撒的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？也不是，这皇上是怕自己泄露了行踪，才托辞说什么罢朝礼佛的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皇上呀。你以为本官和你一样疯了吗？敢拿这么可笑的话去问皇上？再说了，你以为皇上是想见就能见的？这1年之中，本官也不过是在上朝之时，远远的瞧上皇上一眼罢了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！够了，本官可没工夫听你在这慢慢的编故事讲笑话。快说，你究竟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为什么要加入乱党？在这京城之中，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？我叫李易欢，但我真的不是乱党。要不然您去问问那个索额图索大人，他知道。索大人可是皇上跟前的第1红人，本官岂会为了你一个疯丫头去找索大人讨骂？那你去问问那个太医院的李建清李太医，他是我哥哥。你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，感情满朝的要员和你都是非亲即故，越是如此信口雌黄、东拉西扯，本官就越相信你就是图谋不轨的乱党。来啊，把他押入刑房，本官要亲自审审他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我真的不是。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，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是吧？不招是吧？臭丫头，你现在是继续给本官讲故事呢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？我投降，我供。本官看你和寻常女子不同，有些胆识，想来在乱党中的地位一定不低，你供出来的同伙一定很有价值。大人英明。虽然我同伙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，他们都潜伏在紫禁城里，伺机刺杀皇上。哦，这可是大案呐！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？我同伙，我只知道他有个代号叫龙三，我跟他有一套特殊的接头暗号。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引蛇出洞，将功赎罪。好，快说快说。来，快点儿把这都点着，点着了以后都放上去。大人，这孔明灯啊，一转眼就升到空中去了。到了天上以后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城外的人都看不清，史淑姑娘哪那么巧就看见？皇上让你放你就放吧，啊！其实史淑姑娘能不能看见孔明灯并不重要。只要皇上心里有个寄托就行了。这放孔明灯，真的是你和龙三的接头信号？真的？
这个龙三吧，他在宫里潜伏着，所以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夜空看。这个孔明灯最好半刻钟放一次，越多越好。他只要看到了，肯定会来京城第1酒楼跟我会合的。好吧，本官就姑且信你一次。如果你敢骗我，大人，咱有话好好说，能别这样吗？我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我还不想让大人砍我脑袋呢，是吧？走。龙小弟、猪哥哥、雪姐姐、叔父，你们几个一定要没事了就多抬起头来瞧瞧夜空啊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求你一定要保佑他们，至少有1个人能瞧见我这孔明灯啊！拜托了。大人，我要的烤鸭怎么还没上啊？正在做，你别急。你的同伙龙三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正在来，您别急。臭丫头，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。本官按你说的，在紫禁城东西南北几个门已经放了有3天的孔明灯了。要是你的同伙还不出现，那你就一定是在戏弄本官。本官一定会砍了你的头的。大人，您别急嘛，龙三肯定会来的。大人，您想啊，这龙三潜入宫中当奸细，那他行事肯定十分小心啊。您想引蛇出洞，对不对？那就得有点耐心呐。龙小弟、猪哥哥、雪姐姐、叔父，难道你们这3天都没有瞧见我放的孔明灯吗？你们要是再不来救我，我可就要被砍头了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客官，您的酒放这儿慢用。酒楼里的小二怎么都这么脸生呢？我们以前潜伏在这里的那2个探子呢？难道都换人了？烤鸭来了，2位，您的烤鸭。2位慢用。糟了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人。那我们安插的那2个人呢？难道今天全都轮班休息？你要的烤鸭已经到了。管他呢，先好好解解馋再说。万一真没办法送出消息，被这顺天福音砍了头，也不会是个饿死的。如果你将这只烤鸭吃完了，你的同伙还没来，那我就要将你这个小丫头给宰了，做一个烤全鸭吃。您放心吧，大人，他肯定会来的。您看，我吃这烤鸭是不是得配点酒啊？要不然您给我上一壶杏花春。你的名堂怎么这么多？不是名堂多呀。你想，你要是抓住了这个行刺皇上的反党，这得多大功啊！您赐我几口酒怎么了？没准我喝完酒，哎，那个龙三就来了呢。就先让你继续摆谱。若是龙三不到，小二，哎，再来一壶杏花春。好嘞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快快免礼，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奕欢的消息了吗？奕欢的脚受了伤，
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，在山西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打听，所有的饭铺、酒楼、旅店、客栈都打听了，终于打听到，易欢一个人女扮男装，拄着拐杖，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。最后一个见过易欢的人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，他说他亲眼看到易欢上了一辆牛车，随着牛车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易欢应该是平安回京啊，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，这已经到京城了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这眼一连3个晚上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，易欢要是看见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只能说明易欢出事了。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把他给绑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这反党在朝中一定会有奸细，若是知道了易欢和朕的关系，那难保不会打易欢的主意啊。皇上，臣听说那些反党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，妄图恢复朱明王朝，但是却从来不敢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。那要不是反党的话，那又会是谁呢？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再长，也不会伸到天子脚底下来啊。再说了，易欢就算脚上有伤，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，寻常的地痞流氓根本就拿他没办法。他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？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，眼下只能多安排人在四处打探了。你一定不能大张旗鼓，必须暗中查访，要不然的话，易欢就更危险了。微臣明白。丫头，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，人呢？您别急啊，这不还有一个鸭头没吃完吗？您放心吧，在鸭头吃完之前，它肯定会来的。可是这只鸭子你吃了2个时辰都没吃完，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冤枉啊！我只是刚才吃的太饱太撑了嘛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这个同伙啊，他没准现在因为宫里有什么事绊住了呢，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反正您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，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，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，是吧？好，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，要是到了天黑，龙三还不到，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。会来的，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丫头不是他们的人。你看，你看，原来你果然在戏弄本官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，您说的呀，要打要杀的，所以我才胡乱招供的。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，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，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？我只好胡乱编瞎话了呗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啦？多谢大人。站住！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官，本官或许还可以放了你。可现在嘛，就算你不是乱党，多半也是江湖骗子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！冤枉了！哎，皇上，您不必担心，世淑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朕的眼皮跳个不停，心里也有些发慌。朕总觉得易欢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。皇上，您这是关心则乱了。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吗？京城中有好多人都拾到了孔明灯，上面写着龙三出会地检。臣马上带着易欢的画像去第1酒楼打探，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。原来她被顺天府尹甘国泰误当反党给抓了，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。乱党可是什么乱党的呀？这呀，10有8九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。哎，听说啊，朝廷重惩捕获乱党的官员，每抓一个乱党都有刑责，罚多了就有官惩了。原来如此。朱哥哥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
从小你对我那么好，可我就知道欺负你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。你找一个嫂子，好好对她。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。臭丫头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想耍什么把戏？大人，我真的没耍把戏，我之前真的没骗您。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。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，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一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5时3刻已到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。大人，我说的同党就是他。真有同党？没错，这个同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啊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甘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养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各位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；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，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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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虽然救下欢美，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。来人啊，摘取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走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传妹，哥，让朕来。
朕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终于又活色生香的出现在朕的面前。皇上，你刚才那么任性张扬的把奴婢抱进来，这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，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，坏了宫里的规矩了。朕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放心，有朕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我问你，你那么早到刑场了，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？朕既然去了刑场，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。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，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。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，会保护好你和死囚的性命。对了，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，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。那还不是你啊！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？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，差点就这么错过了。其实我嘴上骂你，说要跟你断绝关系，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因为我怕我真死了，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。朕知道，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，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。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，又被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，替你出了这口气。你不光要替我一个人出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，你等着。花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。朕的画工怎么样？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。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。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，龙小弟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你的笔墨诗书，我又不是你的嫔妃。你别口是心非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？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。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。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，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。别再说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奕欢脚受了伤，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。行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。怎么样？这伤要紧吗？伤得很严重，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，才能治伤。啊，那不疼死了！早知道受这份罪，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，那股不惧生死、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？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。行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我们节后重逢，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？小平内服，大平外敷。
我是欠了你钱了，还是偷了你的米了？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。世叔姑娘，好生歇着吧，下官告退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疼。活该，谁让你逞能？真的特别疼。你是脚疼，我是心疼。真正心疼你那个人，是我。朱哥哥，你看，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？哎，说好了，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，是你不理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，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？可你呢，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，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，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。如果他换作是你，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。原来，在你心里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。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，你会帮谁？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，朱哥哥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。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，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，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。欢梅，你记住了，不许再为康熙以身涉险了。因为他如果没有你，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，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。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。朱哥哥，你没有了我，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！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皇上竟然为李易欢去大闹法场，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，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。那顺天府尹啊，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，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。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，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。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，皇上呢，竟然呢魂不守舍的。太皇太后，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。皇上正值青春年少，难免会动了真情嘛。啊，是啊，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，可是不管怎样，他把皇上迷成这样，也都是他的罪过呀。皇后驾到！臣妾恭迎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吉祥。丽妃，快快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妹妹这如今升了妃位，是越发风华出众了。妹妹何德何能忝居妃位，全靠皇恩浩荡。本宫此次操办的典仪，妹妹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，只是让皇后娘娘太过操劳，妹妹心里实在是不安。妹妹不必客气，打从妹妹这一进宫，本宫就觉着妹妹啊是个拔尖儿的，必定能得到皇上的恩宠。这不，
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妹妹就从贵人升到了嫔，如今又升到了妃位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皇上不过是念在王父的情分上，体恤妹妹罢了。如今，妹妹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女了，以后还要仰仗皇后娘娘多多照应。本宫此次来呀，就是想跟妹妹说一些提己的私房话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妹妹放心，妹妹一看就是个面善的人，不比惠妃、娴妃那几个姐妹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。以后在这后宫之中，我就只对你另眼相看。妹妹也不必拘束，尽管把本宫当作自己的亲姐姐，你我姐妹互相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岂不甚好？能得皇后娘娘垂怜，是妹妹的福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妹妹，快起来吧。啊，姐姐。听说妹妹和这个世书姑娘李易欢走得很是亲近。说不上亲近，只是皇上吩咐了，说世书姑娘生性好动怕闷，命妹妹时常去永乐斋多走动。皇上曾吩咐过本宫和所有的嫔妃，无事都不要去永乐斋。这意思是不希望我等和这个李易欢有所交集，却唯独让妹妹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看来皇上心里对妹妹，也是对别人有所不同的。姐姐千万别误会，只是皇上看妹妹性子软糯，不易与人起争端，所以才吩咐的。如今，妹妹已是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皇上的吩咐，妹妹不敢不听啊。感情在皇上的心里，妹妹还不及李易欢尊贵。妹妹是堂堂丽妃，倒成了陪她一个笔墨世书解闷儿的，可不是吗？唉，妹妹，不瞒你说，本宫看到皇上为了李易欢如此着迷，本宫真是忧心如焚呢。姐姐，您贵为皇后，乃是后宫之主，那李易欢再受宠，也不会威胁到您的。如果只是威胁到我这个皇后，倒也是好了。就怕他威胁到的是皇上，是我大清的江山。啊！姐姐何出此言？你此次跟皇上在山西被刘德昭和一帮神秘杀手追杀，显然是身边出现了奸细，故意泄露了你们的行踪。这思来想去，唯有李氏兄妹最为可疑了。可是皇上跟妹妹说，那些刺客都是平西王的手下呀。可能这李氏兄妹就是平西王派来的奸细。李易欢此次舍命救皇上，有可能知面不知心呢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闲风雨自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
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弹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。